忍者村有一對最叻數學嘅小忍者，叫風太同風子。佢哋最鍾意一齊去冒險，破解數字謎題。我哋一齊睇下，今日又有咩新任務等緊佢哋出發。有一日，忍者山谷突然發生咗一件怪事，有啲花開得特別快，有啲溪水流得特別慢。原來係山頂時間神殿入面嘅永恆齒輪停咗落嚟，搞到時間亂晒龍。十狀師傅即刻召集風太同風子，交俾佢哋一個重要任務。風太、風子，你哋要即刻去時間神殿，重新啟動永恆齒輪。要入神殿，就要用正確嘅時間嚟開鎖。你哋要學識睇呢個時間羅盤，亦即係我哋所講嘅時鐘。師傅拎出一個時鐘，開始講解。你哋睇，鐘面上面有兩隻手，佢哋係兩兄妹。嗰支又粗又短嘅係時針哥哥，佢12個鐘行晒鐘面一圈，大約一個鐘由一個大數字行到下一個大數字。時針啱啱行過邊個大數字，就代表而家係幾點鐘。而嗰支又長又幼嘅係分針妹妹。佢60分鐘行晒鐘面一圈，每由一個大數字行到下一個大數字，就代表過咗5分鐘。分針負責話俾我哋知準確嘅分鐘。師傅仲指住鐘面上面嘅大數字話，由1到12呢啲大數字，我哋有時會叫佢做一個字，每個字代表5分鐘，所以當分針由12行去1，就係行咗一個字。即係5分鐘咁解。風太同風子點點頭，記住晒啲秘訣，就出發去時間神殿。神殿嘅第一道大門上面有個巨大嘅時鐘，分針妹妹指住最頂嘅12，而時針哥哥就指住3。風太同風子諗翻起師傅嘅說話，當分針妹妹指住12，我哋會叫佢做踏正。呢個時候，時針指住邊個數就係幾多點正。風太即刻大叫，分針指住12，時針指住3，即係3點正。佢哋向大門大叫3點正，轟隆一聲，大門應聲而開。佢哋走入神殿，嚟到第2道門前，門上面個鐘，時針哥哥行到4同5嘅正中間，而分針妹妹就指住下面嘅6。風子數住，分針指住6，即係行咗6個字，一個字等於5分鐘。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分鐘。當分針行到6，即係行咗半個圈，我哋可以簡單啲叫佢做半。風太睇住時針，佢過咗4，但又未到5，所以鐘數係4點。風子將兩樣嘢加埋，咁即係4點30分，或者叫4點半。佢哋輸入4點半，第2道門都順利打開。門後面係一條好長嘅走廊，兩邊掛住好多個唔同嘅古老時鐘。要通過呢條走廊，就要搭啱下面4個鐘嘅時間。第1個鐘，時針哥哥啱啱行過9少少，分針妹妹就指住3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個代表幾多點？答案係9點15分。瘋子諗翻起師傅講過一個大數字係一個字，佢即刻話分針指住3，即係行咗3個字。5、10、15，即係15分鐘。風太總結，時針過咗9，所以係9點3，或者叫9點15分。第2個鐘，時針哥哥好似挨住個11咁，啱啱行過少少，分針妹妹就指住1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個代表幾多點？答案係11點05分。風太話呢個情況，時針啱啱搭住個11，
分針行咗一個字，即係5分鐘，我哋可以叫佢做11:01，或者11:05。第3個鐘，時針哥哥就快到2，但又差少少，分針妹妹就指住10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個代表幾多點？提提你，留意時針啱啱行過邊個數字，會比睇佢指住邊個數字更準確。答案係1:50。瘋子先計分鐘，分針指住10，即係50分鐘。雖然時針行過咗1，而家好似指住2，但係仲未到2，所以係1:50。豐太諗到另一個方法，你睇分針妹妹由10行返去12，係咪淨係差2個字呢？一個字5分鐘，2個字即係10分鐘。所以我哋可以話係爭10分鐘先到2點，或者差2個字就到2點。最後一個鐘，時針哥哥行到差唔多1半近8，分針妹妹就指住9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個代表幾多點？答案係7:45。瘋子話分針指住9，即係行咗9個字，就係45分鐘。時針過咗7，但未到8，所以係7:9或者7:45。佢哋破解晒所有時間謎題，走廊盡頭嘅大門亦都打開咗。佢哋嚟到神殿嘅最深處，見到停咗落嚟嘅永恆齒輪，要重新啟動佢，就要將旁邊主時鐘嘅時間較啱做牆上面壁畫嘅時間。壁畫上面個古老時鐘，時針哥哥指住啱啱過咗7少少，而分針妹妹就指住4。呢個已經難唔到佢哋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個代表幾多點？答案係7:20。瘋子話時針係7點，分針指住4，即係4個字，20分鐘。兩兄妹一齊講出最終答案，時間係7:20。佢哋小心翼翼咁將主時鐘校到7:20。咔嗒一聲，巨大嘅永恆齒輪再次慢慢轉動，山谷嘅時間終於回復正常。返到忍者村，師傅讚佢哋做得好，掌握時間係忍者最重要嘅技能之一。今日嘅忍者任務圓滿完成。如果你中意忍者數學冒險，記得追蹤我哋嘅節目，喺 YouTube 讚好影片、訂閱頻道、開啟小鈴鐺，同埋喺 Spotify 追蹤節目，留低5星評分，支持豐太同瘋子繼續解決數學謎題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